电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準時收看《福起來咧》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大家覺得阿權妹愛青好食東西。唔過好有嘗試主食當蔥油，也冷淡的當蔥油哦。故說像阿權妹愛韓式嘅時節啦，張中學就會去到個雜貨店有冇買當到也鹹酸甜一啲東西來食。故說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一個當經典的鹹酸甜哦，就係滷芥藍。滷芥藍嘅方法基本上有非常多種。今日節目當中就愛來同大家來小結，細格先來分享今日節目裡度有請到嘅來賓，對新竹寶山來嘅芥藍先生，天一台分享尹振華哥分享。大家好，我係尹振華，今日咧當高興來到大家分享台灣嘅芥藍。分享振華哥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新竹寶山嘅芥藍哦。不過一開始先同大家來分享一項嘅電影係天一台嘅，嗰個天一台就係我爸爸開始嘅。爸爸一開始因為想到講愛種芥藍，佢係用嘅認識芥藍一個東西嘅啊。我屋卡從細我爸爸屋卡是有兩條芥藍。從細是釀嗰種嘅。芥藍跌下來樹上跌下來嘅芥藍來食。韓國我阿婆呢會煮芥藍嘅湯，煮芥湯啊、排骨湯，幫我爸爸食。係，嘅睇咧以後呢，我爸爸父母輩嘅創業一圈啊，轉來咧以後呢，佢就想到，哎呦，你芥藍佢種出食到睇，對身體啱好，冇在冇糖度冇輩有癮。來推廣芥藍。當時有人特別專門啲嘅種芥藍。嗰時我爸爸。佢拄好呢，農政單位，農委會佢哋家下細節啦，來推廣啦，台灣嘅一鄉鎮一特色，還有呢，增加這個農產品的加工層次。家下我爸爸講，哎呦，你下芥藍特別適合來做，來做呢種嘅。當到嘅產品，對你嘅嗰種嘅身體咪當好，當健康。幾時開始呢？來培育芥藍的橄欖苗。自家就開始來種芥藍嘅幼苗，對幼苗開始自家種哦。係錯。幼苗開始自家種。還有呢，同台灣啊還有要去學習，來培養用埋種芥藍。家下面有當到人芥藍當大條嘅樹咧，其實拄好呢是農會有輔導，嗰種嘅新力，全台灣第一家，也是目前唯一一家嘅芥藍產銷班，就啲新竹寶山嘅新竹寶山，係。哇！就按用產銷班就有開始成立起來，不過我相信也對想到講我來種芥藍，到真正成立起來產銷班，聽說愛花當多時間，因為芥藍果樹像愛打籽就愛花當長嘅時間呢，愛種一段時間，才有辦法好打籽。故說還有甚至還有個品牌按到芥藍先生，這個品牌係爸爸就開始創立嘅。家下時節啦爸爸做芥藍嘛從頭會出去展售啊，冇會買芥藍啊本人啊嘅當到人會設計係買芥藍嘅人，是係芥藍先生。嗰時候嘟就按用按名嘅。後背呢設計師啊，是講呢張名當好，是把它設計成我們的一個品牌，甚至連 logo。logo 都是用我父親的這個形象。好可愛哦！嗰時候呀，他自己傳到天一台，你就是2代橄欖先生。不過我想要來問一下，因為一般後生人就會想講，愛出去外種去打拼啊，去做其他嘅工作。你有冇想到講想要轉到屋卡來做芥藍？我從細是讀卡老爸爸聽書做芥藍，從育苗，還有係為加工，做蜜餞，還有做當到嘅芥藍嘅產品，從細是要聽書咧。佢唔會做到驚哦，他也很想去講去做來做。所以講中間有一段時間
出去无白做事。咱上讲空空配音，也社会哈用班因做工作哈，用班做事，用班管理的。给后辈呢哈，是俺自家咪会想啊，俺想讲爸爸俩家人的事业哈，统推完是只有几度可以做。一家就错诶。嘿，错一方面啊哈，家人嘛有当到的好处，对你的身体有当好。好，给按好的东西啊，俺想推广本你统推完的人吃的，汉白呢哈，从世界人未的，还是当好，还是想讲既然系安样嘢。还是转来填修啊，从填修开始，还排慢慢的做得老两家事业哈发扬光大。对，有因为啊，他虽然都听一推，唔过咩得动多奖哦，像这个台湾百大伴手礼，还有这个是农村好物，基本上已经算系义务省区诶，都也哈，要这品牌已经动认知诶。不敢这么说啊，但希望大家都可以知道。对，嗰时候今日嘅节目当中吼，有请到也家男先生天意推来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。我当然要先吃色看啊，真的一开始也家男先生给爸爸，我们第一代的家男先生，佢很用诶，认识到也家男也种车夫也种果子吼。头摆到那部从来忙是出接这个上嘅家男。琪琪嘅家人，不过今日嘅节目当中，我们从产地到了摄影棚吼，来到节目当中就可以来同大家来分享琪琪嘅家人係乜嘅味道。老輩其實都係賣路過嘅，當少年賣安樣琪琪嘅家人。當小係。對，嗰時候唔知說起來嘅係乜嘅美食，阿佢們嗌下就嚟吃食看呐。好，試試。好緊張哦。哦。你家人嘛吼，係又酸又有澀，然後木薯粉也唔太想誒比起來。唔過天天嚟炒到後背，有一些咧轉甜轉香嘅感覺，感覺吃起來有一種那種有點像是青草，但是又沒有到青草的澀味，係強臭嘅嗰種香味嘅感覺。你頭擺有出隻安樣食過冇？有，我從細時食。哦，最近哦，不過一開始是當酸嘅。係當酸，當酸又澀，對，有到苦。苦嘅係冇食到，係酸澀。酸澀，不過異香啦。係，佢食了以後呢，哈，也喉嚨頭咧哈會安甜，你是成為雜個食。對。然後你身體呢會起到動鬆鬆。哦，有種很清爽的感覺。對，要懂事，它很像夏天吃起來，如果可以打果汁的話，吃起來有嗰種很清爽的感覺。對，想象中很適合夏天的味道。不過其實像安陽嘅果汁，橄欖有種多品種，啊樹紅呀粒，其實乜嘅品種嘅橄欖？你係台灣原生種。台灣原生種，台灣七甲桑誒。它叫做堅韌橄欖。堅韌橄欖就係一般寒細嘅時節食到嘅鹹酸甜嘛。啊，爸爸就會講啊，你食嘅時節愛細膩啊，因為鹽凍鹹，fruit凍鹹，故所食嘅時節要小心，做唔得吞落去嘅。爸爸大伯就會按你講，所以這個就是那個堅韌橄欖嘛。係錯。頭鹹，味咩鹹？係兩片鹹鹹嘅。韓國有嘅果子嘅特色係乜嘅？你家橄欖水果哈，佢家講嘅哈，佢讓食落嘅時節啦哈，當酸澀，哈，其實佢還有叫名啊，叫做堅果。堅果，哪一種堅？就是那個言字旁哈，這個忠誠勤儉的那個堅果哈，然後又叫中果，忠孝仁愛的忠孝仁愛的忠果，嘛做乜解會按樣按名咯？哦，按樣按名啊哈，是講兩隻東西哈，一開始食嘅時間唔好食。哦，對，真緊。但是呢，佢哈到最後尾哈，對你身體也有當到好處誒。啊。係，佢按樣是從嗰種誒古代嘅時節啦哈，嘅臣子哈，這個忠臣。跟皇帝講一些忠誠逆耳的話啊，但是呢，最後呢，對於皇上還有對黎民百姓，就是有好嘅建議。
原来是安哟，当神奇嘅名嘅吼，原来橄榄有人都见过，而家去讲中国係因為家嘅特色。对不对？它的果子食起來一開始有酸有鹹，不過後背其實係對身體好，韓國食起來米絲到後背咪係會回甘的感覺。故所也就係講講堅韌橄欖的特色。基本上像竹檔行嘅所有嘅滷嘅橄欖，都是用堅韌橄欖一種品種來做嘅。係錯，全部都係，全部是係。對，不過其實像安樣嘅橄欖啊、果子啊，一般來講，種結構嘅種可能做得開始打字。哦，你橄欖啊嚇，種水結啊嚇，差唔多12年到16年，比一般嘅果樹還較長嘅時間，因為一般像可能乜嘅柑咩樹啊，可能6年。差唔多就會開始打字嘅，不過也橄欖要12年咁長嘅時間。係錯。哦，故所生來啊，也種橄欖要用嘅方法，做得來提高也種橄欖嘅效率咯。先休息下，等下再個再來講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，我係綜藝圈阿權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橄欖對新竹寶山來嘅真法果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哦。剛才有講到吼，一條橄欖樹對種下去到生出來做得大橄欖，可能要12年咁長嘅時間。不過對亞條來講，要種咁多，要做咁多產品，應該係冇辦法按耐心嘅啲嘅等12年。後來聽講有辦法做得較減少佢成長嘅時間。係錯。哦。後尾我爸爸呢嚇，其實用嫁接嘅方法。好，讓佢能夠豐產，可以很大隻有漿嘅橄欖嚇，佢嘅梅啊嚇，佢樹檔嘅梅嗰種嘅枝嚇，那下來嚇接到佢石頭嘅。嘅橄欖樹行，嘅石頭橄欖樹呢栽木，接上去以後呢，嘅新工呢，嘅是時間可以縮短一半。哇！按景按用嘅方法就做得老時間減少到一半，就做得較有效率嘅生長出產按到嘅東西。係錯。對，嗰時候其實你看啊，像呀橄欖啊，用按用嘅方法，做得來縮短佢種嘅時間。唔過啊，同呀環境沒有動態嘅關係咯，因為全台灣家下沒有講到，全台灣將新竹寶山用按用嘅橄欖產銷班，嘅新竹寶山也特別啊，做乜嘅呀環境會按適合橄欖來生咯。寶山入邊有乜嘅環境條件係對呀橄欖較好嘅。好，係錯。新竹寶山啊，嗬，你係按照丘陵地，丘陵地其實有迎風面、繞背風面嘅問題。係，嘅韓國呢，丘陵地呢，佢種嘅排水利水有好好，佢好唔會講有積水嘅問題。嘅橄欖啊，流下去。係錯，嘅橄欖我適合種用乜嘢地方呢？天氣加向陽。哦，愛面頂向頂日頭。係向日頭。天哈是嗰種嘅颱風，颱風哈是冇嗰個北風啊，嗰度吹過來嘅時間哈，橄欖樹係颱風嘅地方，輕係평평嘅地方哈，嗰風吹過來嗰陣時，橄欖被吹到嚟。哦，原來係咁呢。係愛颱風，颱風唔好有嗰種積水嘅地方。按樣就做得適合橄欖來生。唔過啊，像呀橄欖對一般人來講，這件冇按熟事，做得同曾法哥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一年四季橄欖嘅成長過程係乜嘅？哦，橄欖啊，3、4年嘅時間啦，佢開始是開花。哦，3、4年春天嘅時間。係春天嘅時間啦，開花咧，差唔多5月、6月啊，佢果子是出來的。哦，佢係花呢，佢係花是啪啪嘣嘣細細隻嘅。哦，安定一下。係，嗰個佢啊會有嗰種嘅蜜蜂喺度咧授粉。蟲嘅，其實果子以後呢到8月、9月啦，佢橄欖是抬得差唔多咧。哦，其實慢慢的會成熟咧。哦，係到10月以後呢，
是做得开始杂咖蓝的。啊，故说真嘅咩係我當場嘅時間3月開發，到10月將有稿子做得來數。故說也係當無限吼。也係當無限。我開始來數橄欖，數睇橄欖過後就愛來做下橄欖嘅產品啊。今日嘅節目當中有帶呀滷橄欖無同樣嘅口味。今日嘅節目當中，我愛來推薦阿權妹愛來試食一下。一開始先來試下清經典嘅。家嘅名嘅按到古早味，古早味，古早味嘅橄欖就當像愛韓式嘅時節去茶煲店，會買到嘅嗰種，會有一些按用黃黃嘅、黃黃長長嘅古早味橄欖，也係有乜嘅東西滷嘅啊，會有按用嘅色。哦，你係橄欖哈，用甘醋，甘醋，係浸泡，比起浸泡當油嘅時間。好，然後韓國呢本身呢沒有用熱讓，所以因為食到安鹹，真係因為鹹酸甜嘅感覺，好好吃哦！而且其實下去感覺比較脆口，它脆一些些嘞，對，好好吃哦！要做起嚟韓式嘅時節清粥一個麵頭，唔過有嘅滷橄欖，會有一些些咧特甜，因為其他都可能就是用太多嘅糖。也係講可能是用糖精，食落去最底度嘅味頭會冇乜嘅暗好。唔過人嘅古早味橄欖食下去係當鬆鬆嘅，很好吃、很爽口的感覺。對，古早也係古早味橄欖。接下來第二我推薦嘅係這個深咖啡色的。哦，看起來有一點像誒，有一點像哦。你喺度全部係你台灣嘅橄欖做嘅啦，哈。然後你喺佢冇甘醋橄欖。甘醋哦。孔融用甘醋啦，但是呢，你喺甘醋冇孔融嘅地方係，佢係橄欖做差唔多好咧，哈。冇被這個用甘醋粉啊，去包裹啊，去沾染，然後變成了一個產品，這樣子。呀，食起來啊，冇加下古早味的暗酸暗鹹，唔過甜味油。韓國香味咩油，韓國食起來嘅口感冇按切，比較軟一點點，對不對？冇按軟，它好咬嘅感覺。故手這個是聽說是振華哥你親中醫嘅哦。你最喜歡這個，專門跟你親中醫呀？我這個口味我好食啲啊，哈。是講我咪吃軟不吃硬啊。好好食牛奶啦。好食牛奶。故手你好好食呀，甘醋口味嘅。甘醋口味係。如果我有看到一類吼，嘅色幕吼看起來當漿，看起來很少女的顏色。唔過吼，我頭擺以前有看過，唔過冇食過按用嘅色幕。好。呀，我先試試看下係乜嘅味先，我睇看啦，等下你再個同我講。好。哦，然後是有一些些的切切。凍出來。哇，這吃起來不是少女的味道，這吃起來是熟女的味道，是嗆辣小辣椒的味道。很嗆辣，對。因為按辣辣，又係辣辣嘅味先呢。係，你係用嗰種嘅辣椒啊。韓國你講嘅肉桂。哦，我喜歡。我懂好食呀，肉桂的味道。對，然後吃起來很特別，很不像蜜餞的味道，不過卻碰撞出另外一種很特別的感覺。對，再加上橄欖本身的味道。對，酸酸甜甜，又辣辣又香香，好矛盾，但是很衝突，但是很好，很有趣的一個味道。食起來佢用咩切切嘅感覺。係錯。對，嗰時候有咩頭擺傳統嘅口味係？差唔多，以前沖食未有食到辣嘅，沒有按用辣辣嘅口味，可能係啱冇食到過。對，不過很特別，原來呀橄欖做得做按多種口味，加下食得3種，還有其他2種簡單同大家紹介一下係乜嘅口味。哦，還有兩種啊，佢係一隻係丁香嘅。丁香。丁香係一種嘅花。哦。另一種花係南非有好多。係。丁香你用公花來做嘅，即橄欖啊，有橄欖味道，韓國有個丁香花嘅味道，吃起來啊滿口清香，很舒服。對。那韓國呢，另外一種好有味嘅嘅咖喱嘛哈，佢係
安尼按照乌橄榄，乌橄榄，伊个是用各种的中药泡出来的，伊试起来呢，爱底部个籽有冇？爱要拿去脱体嘞。爱伊家用人工的方式，拿去伊家拿体嘞。这片老黑橄榄，老加个盐拿体做乜解啊？因为哈，伊当安尼的人哈，没有啦安尼反应啊哈，讲，爱食人的食姜有粉啊，就系像牙爸爸有穷用。韩国老人家是没有姜哈，因为老人家俩退化哈，吞咽没办好，好注意的我，是讲爱对我来是拿去给橄榄粉，拿去拿铁。哇，按人工拿铁咯。哇，给拿铁以后呢，加橄榄其实呢，基本作为高香地位基本好用的。按用对生人呢，对老人家来讲，真係咩合適合適。係錯。對，唔過像呀橄欖啊，買咗以後，做得병結叫按用嘅來保水。你睇橄欖吼，那賣咗以啊，你是병嘅地方冇曬到熱頭。曬到熱頭佢好加會快啲。你咪冇병到中少嘅地方。是병到一般哈，這個。涼爽的地方是做的。韓國呢，你係講打開來洗，你用3隻禮拜之後落去洗體，還好新鮮，比較新鮮。原來係安尼，故所也就自信本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來參考一下。係講睇個東非米韓式嘅世界叫做古早味，做得去試一下橄欖欣賞哦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鐘來講故事哦。大家有陣到福起來咧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。今日節目當中，我同大家來分享橄欖。講到橄欖啊，也煮飯嘅阿妹啊，韓國也阿婆啊，就會想到講一個橄欖油啊，也寶山有冇冒出產橄欖油呢？今日節目當中也講述農民辣，就會來同大家來講一下橄欖嘅真面目哦。其實呀，橄欖寶山中嘅橄欖同橄欖油有關係冇啊？冇關係，冇關係，完全冇關係。有關係，有關係，原因有關係。你有關係，乜嘅意思啊？再個同大家講一下。好啊，好。乜嘅意思？我阿叔啊，佢到這種係南非，佢到個有橄欖園。姑嫂，嘅係有橄欖。同家下人講嘅堅韌橄欖係完全冇共用，冇共用，冇共用。應該講都係橄欖啦，唔過品種冇共用。係品種冇共用，係是對台灣嘅橄欖啊，是油當少，唔係講冇油哦，一點點嘅甜甜，其實冇嘅炸油嘅經濟價值。係嘅台灣嘅冇辦法適合種有橄欖安用嘅品種，所以我看嚟拄好吼。叫做南非哦，有個橄欖園，有親戚，都計有種橄欖。不過你聽講你有特別去到南非嘅片，去看佢斬油、去炸油嘅過程。像我當然去。當然都去。我去田手，田手炸橄欖，田手炸橄欖。哇！嘅油呢炸好以後會靜置，靜置差唔多2隻月，是做在裝罐。裝罐是做在大裝咧，印尼台灣。古時候像亞德烏卡美有出產呀橄欖油，就係南非親戚嘅片種嘅橄欖，醬嘅油就炒嘅。係炒。原來係安呢。不過其實像呀橄欖油啊，當然人會想講，我用嘅去看呀橄欖上來好也唔好，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嘅橄欖油我有哪條條件？好嘅橄欖油啊。從種開始，然後後邊你慢慢製作的狗香，你全部小心的去做。嘅好嘅橄欖油提嘅你嘅橄欖籽摘下來時，提嘅應該用手摘。做乜嘅？我用手摘。用手摘唔會用碰撞刀，碰撞刀是唔會跌到嘅是唔會講有氧化嘅問題，氧化佢。油嘅東西最驚係有氧化，氧化你炸出來油是味道是唔好咧。韓國嘅油酸價會飆高，
还有是对身体啊，苗酸价标高对你的身体唔好。韩国呢，因为你炸橄榄的时间，炸给8分熟的时候。哦，所以我们的全熟要8分熟。嘿，全熟的哈，给油是英国水果果捞啊，果捞睇就做唔得咧。嘿，是好唔好啦哈，给是8分熟的炸下来，韩国呢24小时就1年地吧，那是捞了油炸的。哇！哎。冻干呢？冻干。在后24點鐘呢，要攞油炸出來。嘿，錯，非常做得hold 住 ，keep 住它的那个油的品质。哇！它的那个香味，还有它的油的品质，才能够在这个算时间内把它压榨好。对。所以你炸橄榄就要佢咪有只艺术的地步。佢唔係講隨便炸是做得了。做品質好嘅橄欖油冇咁簡單。不過我看到橄欖油啊，特別貴嘅橄欖油，但我都會寫兩個英文是很多 extra virgin， 反正就是一個 E 開頭跟一個 V 開頭的字啦。所以嘛，可以特別寫 extra virgin， 就是初榨的橄欖油。到底初榨跟2次榨油嘛，該冇共用？初榨哈是冷压。所谓冷压是你也室温内去压出来的。那一般室温大概是在20几度到30度左右。还有低温榨出来的橄榄油初榨。好，那2次的呢？冻音哈初榨，爱讲啊，要榨一个很好的油呢，很多的因素要考量在里面，尤其是你采下来之后，这个多长的时间把它榨完。所以冻音佢初榨咪会炸快體咯。佢炸快體時，我炸出嚟就味道唔好。好，韓國佢油酸價咪唔好，跟用解晒，跟是做第2次。第2次呢是講我哋味道唔好就要做5拖。脱臭啦，脱味啦，還要經過調整就臭嘅。要調整，給調整口味嘅橄欖油啦哈，給是變性的，給它味道是冇咁好咧。就比較不適合人家說涼拌啊，或者是生喝就對了。你是講做啲炒出來啦。故事今日節目當中沒有帶呀extra virgin 初榨的橄欖油來，叫我來直接試看啊，先批看啊，真嘅有嘅香香嘅味道。佢係嗰果實跟鹽本的味道的地方。吃起來不會有油膩的感覺，但是它有一點香香嘅米絲，感覺很適合拿來做那個沙拉，拌紅酒醋，還有做那個加大蒜進去之後再鋪麵包。已經想好要怎麼做了，好好吃哦，很香，完全沒有油耗味。真嘅就會跟我之前吃到的油完全味道不一樣。沒錯。以前我們唔敢直接按用大槍生橄欖油，因為我不確定它的品質。對。故說，迄個你真經請到好食品質好嘅橄欖油，應該會做得按用直接生的，直接調味就可以拿來當調味料了。對。好的油呢，它本身的那個它應該要有本身它原始的味道。第一個，那第二個呢，好的油呢，應該要嘴巴的感覺應該是要比較清澈，冇按油子出來啊。完全沒有覺得有油的感覺。就是從你做得落去做橄欖汁來看。橄欖水就錯嘅。橄欖水應講到橄欖水嗬，橄欖油嗬，接下來愛講其他嘅橄欖產品哦，我到橄欖茶。橄欖茶就係真嘅係堅人橄欖汁後面的產品咯。係用乜嘅來做嘅？你橄欖茶用嗰種係你寶山新竹寶山嘅台灣原生種嘅橄欖做嘅，係是用橄欖嘅嗰種嘅果子，然後佢用乾燥的方式，韓國呢打碎了，再個加掉你台灣人當好食嘅烏龍茶。對，還有茶米嘅味道，參空下，都做出來。做得做呀，本人食起來唔但搶有嘅茶嘅味絲，還有一點橄欖嘅酸酸香香嘅味道。錯。除咗呀，應該還有另外一樣無共用嘅橄欖茶。你不卡嘅橄欖茶有2種，加下講嘅一種，韓國一種係是其實冇
抹茶叶的，抹茶米的，哦，这是橄榄的果子，捞橄榄的叶子。哦，橄榄嘅叶子咩做在拿来做茶？嘿，佢对身体咪当好。韩国呢，你又加掉嘅按照柠檬香茅，捞佢嘅香气又。香气啊，有哦，哎，也下用上上嘅吃到有夹哦，因为橄榄咪係有些些咧酸酸嘅味道，嘅柠檬香茅也是酸酸香香嘅味道。係，哇，想到也兩種攞佢夾起來，真係動有創意哦。咁所以除咗食到也橄欖嘅蜜餞啊，韓國飲到也橄欖茶，韓國橄欖油以後，迄講上愛到先做寶山鴉片來行行了了嘅，其實也真法國鴉片係有行程。小旅行做得提供俾大家嘅哦，係錯。哦，我做咧屋卡老爸爸空下做了橄欖以後咧，我想講我咧推廣呢寶山嘅橄欖，所以呢，我讓我太太哈就有辦活動。啊，連活動的名啊，叫做橄欖流星雨。流星雨怎麼那麼浪漫？那橄欖呢，不是像一般的採收用手掌，唔係用手掌啊哈。你寶山的橄欖哈，成熟的時間啊，佢會跌下來。哦。係，但是呢，你係冇去，你係冇去摸佢冇辦法跌下來。哦。所以你要用足夠，足夠去烤。烤橄欖，從呀相片看到嘅，好可愛哦！睇下就拿足夠用烤毛嘅橄欖，愛點唔點，點掉都給片，我就給烤下來。所以這個流星雨不是真的流星雨，係橄欖跌下來從流星雨。係橄欖跌下來。係暗呢，故所唔看到按神奇嘅飯堂分享大家去到新竹寶山請橄欖欣賞來，搞看啊、吃看啊，聽講還做得起家來滷橄欖哦，對不對？係錯，橄欖摘好以後呢，你是做得來做橄欖蜜餞的 DIY。好，這個來做呢，你要最天然的，對，啊橄欖煮啊，哈，是做得這個糖下去跟它醃製來做誒，這個做得大專業，所以是。哇，故所按豐富嘅內容分享大家去請你曾法哥來了哦，謝謝曾法哥來到節目當中，謝謝謝謝。每什麼天時機條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來做運動哦。